互保守看顾阮，互阮的心怀意念得到你的带领，互阮用专一敬虔的心领受你所赏赐一切恩典。是阮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无论阮献诗、抒琴、诗花，也是演奏乐器，或者是伫无共款所在做无共款的服侍，主你拢教阮三合之地，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保守看顾一切拢顺时平安。求你主，阮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兴起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当一心志，愿意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也帮助教会的属灵领袖，会当看出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各项的事工，用阮所做的一切的事，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也恳求主你顾守看顾教会所设立的所有的机构，无论是幼儿园、安养中心，亦或是社会福利基金会，互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真正会当满足你的心意，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保守看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大权能者的囝，恁就将荣光气力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荣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咱即时请起立来念圣诗54首，同心阿罗天父。真侪，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管的主，阮的阿爸爸上帝，伫圣主日的早时，阮正今日用阿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的疼极大，你使阮的恩典实在算袂了。阮本是一个志未逝的人，你竟然顾念伊，顾伊认捌你，甚至竞选伊成做你的囝儿，将永远活的愿望赏赐予伊。我要大声来称赞阿罗你一切恩惠。每一摆阮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阮的心就渴慕，要迎接圣神来充满，这就圣经的真理甲活命话。互阮会通定心，阁得到气力，会通赢过生命中间所拄着一切试炼甲困境。我也相信，只要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主来呼求，你就会应允阮，鼓励阮，互阮无地到惊吓累死。反正我们得到安慰甲扶持，慈悲怜悯的上帝，这是我们。求你赦免阮伫有意或是无意中所犯的罪，因为阮无完全的本性，时常受世间俗事的迷惑。你甲阮离开主的真道，无听从你的旨意甲命令。求主你圣神搁一遍洗清阮的罪，互阮无因为罪
因果甲上帝三价字，互阮会当定心甲上帝建立好好的关系。全世界最近当面临各种重大的灾难，武汉肺炎到目前已经造成超过90万人的死亡，疫情还阁无法度得到完全的控制。澳洲的野火造成10亿动物的死亡，加州这时也当面临野火攻击，还阁因为大雨造成侪国家严重的水灾，非洲4000亿蝗灾等等大的灾难，已经造成地球环境严重的伤害，无数动物的死亡，以及人类性命财产的损失。阮实在无法度理解上帝的旨意，但是世间人久长以来无敬畏上帝，无遵守上帝的真理。用人做中心来治理这个世界，阮无别条路通行，只有谦卑认罪，求主你来赦免甲怜悯，互人类会当减轻灾难，活倒转来仰望上帝。台湾最近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不断军事的威胁，求主你怜悯保守台湾，会通甲国际正义的力量三角结连。共同来维护南海甲大海的安全。感谢上帝的恩典，和相连教会无论伫宣教、关怀、甲事业体整整的事工，拢得到上帝你大的祝福。特别是今年是相连安养中心设立20周年，感谢上帝20几年前，你的旨意临到三芝园区这个土地。我相连教会伫这土地顶面起做安养中心，真做主的祝福，会当照顾、关怀400多位的长辈。恳求主的圣神继续带领，互生活伫这个园区的所有的长辈以及200多位员工，伫上帝听的扶持的下面，互安养中心毋单单是一个机构，更加是亲像一个大的家庭，伫遐大家互相关怀。互相疼惜，共同来见证主的恩典甲荣耀。这是阮也要特别为了阮兄弟姊妹中间，既若有病痛、有死失，也是工作各方面拄着困难的，求主你一个一个甲因同在，互因会当得到主你的安慰、医治，互因伫软弱的时，搁有较够个信心甲气力，透过祈祷呼求，将所有的重担会当交主。阮的祈祷无够完全，阮要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三角祈祷。这是请咱来交读启应文，伫圣诗后面17篇，就是圣诗后面第25页。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手，
听起伫你的厝的，迄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因哪行溃烂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里待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歹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这是请咱三甲要起立来吟圣诗43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圣诗43首，请咱起立来吟。真济下面赞美，咱要请嘉南诗班，因要所学落的诗歌是伊互我心唱新的歌。
感谢嘉南诗班用这样水的歌来带领咱共同来敬拜。下面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士师记第6章19、24节，伫现代中文译本288页，台语汉字本266页。士师记第6章19、24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对安尼，基甸转到厝里，备办一只山羊仔，佮用10公斤面粉做无夹饼。伊甲肉放伫篮内，甲汤倒伫壶里，带去伫上树骹的天使。上帝天使对伊讲：甲肉甲无夹饼放伫即块大石头顶，甲汤倒伫顶面。基甸照安尼做。上主的天使伸出手里的拐仔，拐仔尾拄着肉甲饼，有火对大石头喷出来，烧尽肉甲饼，天使就不见。基甸知影所看见的是上主的天使，就戆领讲：至悬的上主啊！我竟然面对面看见你的天使。上主对基甸讲：平安，毋免惊，你袂会死。第24节，基甸就伫遐为上主起造一座祭坛，叫伊名，甲伊名叫做耶和华沙龙。这个祭坛也据即马伫阿比以下族的5份啦。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咱要请蔡牧师来传讲信息。今仔日的信息是圣经的人物系列基甸的第2讲，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分享基甸的第1讲，咱分享到基甸原本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有讲到伊是一个出身伫一个真卑微丧乡的家庭，然后伊的生性是真软弱、真小胆，伊对上帝、对家己拢无信心。伊生命中间有缘存在着真侪缺点，真无完全。但是上帝拣选伊，上帝拣选伊了，伊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咱看见着上帝的使者对基甸见面了第一句的话，就是称伊做带领的勇士啊。当然，咱今仔日若看基甸的故事，对头靠尾来看了后，咱会发觉讲伊真正是大领的勇士，上帝使用伊来镇压米甸人。但总是伫天使甲伊见面的时阵伊啥物拢毋是。但是天使有缘叫伊带领的勇士，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看讲，伊到底是安怎转变？伊转变的秘诀伫倒位？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静静听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主啊，恳求你即个时刻，提显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就是真理的神、智慧的神，帮助阮会当静静听你的话了，会当明白，而且照你的话去行。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学习基甸转变的4个秘诀，这4个秘诀也当成做咱生命转变的一个关键。首先，咱来理解就是讲，基甸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在于上帝稳定的拣选甲呼召，然后伊也用伊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选召甲上帝的稳定，
伊回应上帝的呼召，真做上帝所使用的人，互伊对一个平凡的人，真做一个大能的勇士；互伊对一个平凡的人，真做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伊即个关键就是，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就用伊的生命来回应。如果咱伫圣经中间吼，咱若看上帝所使用的人，拢有相关的特质。咱若看摩西故事嘛是相款。咱过去捌讲过摩西故事。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摩西是啥物款的人？摩西是一个伫旷野放纵家己的一个杀人犯。因为伊害人，伊个惊去用处罚，所以伊就对埃及的宫殿走去较米甸的旷野，伫遐米咧。这时阵，上帝对伊显现，呼召伊。上帝对伊讲：现在我找你到埃及王遐去，你去将我的百姓对埃及领出来。伊头起有丢毒，有想要拒绝，但是后来上帝坚定伊的信心了，伊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使用摩西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成就出埃及的神力。咱若继续看，咱看见着真侪先知、真侪祭司、真侪上帝所竞选的人，当因回应上帝的呼召了，上帝就使用因转变因的生命。咱若看新约，耶稣面对11个门徒，各位耶稣要对因颁布大使命的时阵，咱来想看嘛，11个门徒是安怎？迄个时阵，因拄啊呾因为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死，因心神软弱，失去信心，完全无目标。但是即个时阵，国外耶稣对因显现，耶稣对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加洗礼，而且教是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耶稣对因讲，这个时阵，因用因的性命回应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呼召改变因的性命，因成做一群改变世界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需轻信，上帝对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拢有竞选有呼召。有一句广告词安尼讲，人是因为梦想来伟大。但是咱基督徒应该安尼讲，人因为为上帝梦想来伟大，因为回应上帝竞选呼召，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来伟大。检查咱有一寡人会认为讲，牧师啊，我的年纪已经真大，即摆回应敢会伤晚。请会记住哦，摩西80岁较受上帝呼召。当然有一寡人讲。牧师啊，我即摆年纪伤轻啦，吼，无可能有啥物款的贡献，吼。但是请会记住咯，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神力，当时一个细汉囡仔，而且是真爽香的细汉囡仔，献出5块饼2尾鱼，参与伫即个神力中间，即神力开必成就。所以毋通找理由啦。当上帝对咱呼召的时阵，请勇敢。用你的性命来回应，这互你的性命完全的改变，亲像基甸同款。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基甸之所以会当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因为伊有领受上帝所赏赐伊的平安。因为伊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互伊伫迄个真动荡飘摇的世代中间，风雨飘摇的世代中间，伊心平静安稳，而且也因为安尼，伊对上帝认捌一步一步拿清楚，对上帝的信心也一步一步拿坚定。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这是基甸的一遍真特别的经验。伊见到上帝的使者，见到上帝本身。咱顶回有讲到吼。
上帝使者对伊显现了，伊甲上帝使者有一段对话，然后基甸想讲爱交代即个使者，伊迄个时阵也毋知这是上帝的天使，所以伊就等于厝里准备一只细只山羊，佮用10公斤的米粉做无甲饼，然后摕到即个树骹，要互这天使来用。但是上帝天使对伊讲照一块石盘你将肉甲无甲饼放伫即个石盘顶面，然后将汤倒伫即个顶面。基甸就照安尼去做。叫上帝的使者伸出伊手中的管，迄个管的尾去动着即个肉甲饼了，突然间有火对即个大石头喷出来，烧尽即个肉甲饼，然后天使就无去。这基甸一看到，较知影讲原来甲伊对话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的天使，心中就真惊吓，因为当时的人真清楚，因若面对面见到上帝，是讲见到上帝的使者，家己就是会无命啦。这时阵，上帝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平安，毋通惊，你袂死。所以基甸就伫遐为上帝起一座祭坛，叫伊做亚花沙龙，沙龙。这个意思就是讲，上主是平安。基甸这一遍甲上帝接触的经验，互伊初步对上帝有一寡认捌。后来伊个经验几遍的训练了后，伊就对起初的怀疑到哪来对上帝哪有信心。圣经中讲伊起一座祭坛，祭坛是代表啥物？祭坛是代表一个人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而且是亲密的关系，表明伊对上帝的献身，用安尼做一种永远的纪念。咱要注意，伊将这祭坛号名叫做亚花沙龙，沙龙啦，意思就是讲上主是平安，也就是讲这一遍甲上帝相拄的这个经验。互伊去体验到什么叫做真实的平安。随常咱来理解无论什么款的情形、什么款的时阵，咱将咱本身献予上帝，甲上帝交陪，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的时阵，迄个平安是必然的结果。咱来注意这个时阵基甸伊的状况是啥货？伊外在环境是非常无好，有米甸人来欺负因。伊心中是非常惊吓，所以秘伫迄个酒窟内底咧拍卖顶回牧师有同你讲过，伊是非常惊吓。但是这个时阵，外在环境虽然是混乱，但是当伊去体验到主是平安的时阵，伊心中的迄个心境就完全改变。这个平安希伯来文念做 shalom。这是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句词伫和合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捌出现过283遍。这种平安咱来翻译做平安，其实伊原本的意思应该毋是咱所理解的平安。伊原本的意思是讲，因为咱一般咧讲平安，就是讲无风无险的平静的感觉，也是讲一切拢真顺利，无拄着困难。但是圣经中间的沙龙咧讲的毋是安尼。对希伯来人来讲，平安是当你遭遇着任何情况，你拢能保持你身体甲心灵的健全，互你有气力来面对这款无共款的变化。所以伫基甸伊的生命中间，第一遍去感受到啥物叫做平安。检查伊即个时阵四周围的情形真无好，有外敌来欺压因，伊必须要去征战。但是当伊领受上帝予伊的平安了，伊心中就充满气力。领受平安的结果，予伊怀疑的心变成最有信心嘛。咱顶回有讲过，伊对上帝有真侪怀疑嘛，伊怀疑上帝无甲因三甲地地嘛，伊怀疑讲因的族群要被外族灭掉伊怀疑家己无能力去解救同胞。但是当伊领受平安了，伊就充满信心，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人讲一件代志：当咱去面对外作战的时阵，你需要有内部的平安啊。当你准备去面对任何艰苦患难的时阵，你的心中需要有平安，你才有能力去征战。你才有能力去征战。这对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咱所踮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无平安的世界嘛，咱的环境无平安嘛。你看，对去年底一直到今年，一直到即马，咱世界依然充满了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下面，充满了真侪惊吓嘛。拄则是咧中咧祈祷的时阵，伊有讲起着各国拢遭受着真侪只的患难困苦。虽然生活中间可能有一寡咱无法度预料的意外发生，但总是咱虽然生活伫一个真无平安的世代，如果你若要去面对这个无好的环境，你就必须要心中充满了平安。其实你要理解做一个牧师阮差不多逐工拢爱拄着困难啦，若无拄着家己无拄着困难嘛，拄着真侪拄着困难的人，因为会来找牧师的90%拢毋是好消息啦。所以面对遐尼一困难如果咱若无领受上帝予咱的平安，咱真困难去面对咱所徛起的环境。所以要活踮伫平安，要领受上帝所赏赐予咱迄个真实的平安，就是接续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伊的第三个转变的秘诀，就是伊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咱看起着基甸之所以有遮尔大的改变，伊之所以会通感受到上帝的平安，毋是外在环境改变哦，上界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来保证，讲伊要甲伊同在。所以伊心中感受到讲，既然有一个全能而且佫听伊的上帝咧陪伴伊，所以这世间的艰苦绝对袂当打败伊嘛。所以因为伊有即款得到上帝即款的应允，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所以伊感觉心中充满了平安，伊就有气力去面对即个外在环境。其实活踮伫上帝的同在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追求的。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上帝所重用的罗卜，拢有上帝甲伊同在。咱过去讲过亚伯拉罕，讲过约瑟，讲过摩西，咱讲过真侪君王甲先知，这些人拢有上帝甲伊同在。也因为这些人有上帝甲伊同在，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款的环境，因拢会当去超越。咱看见着大卫所做的诗篇23篇，伊对咱讲，伊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所以伫大卫伊经历过生命上较暗淡的时刻，伊讲伊毋惊灾害，因为伊相信上帝甲伊同在，伊就有气力去面对这个。伊继续安尼讲，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对我，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伊是何等渴慕上帝同在这款的状况。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有渴慕，而且确信上帝要甲咱同在？请大家一定要会记牢的咱所敬拜、咱所尊重的耶稣，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啥？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上帝甲咱同在嘛。而且因为伫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咱去体验着上帝甲咱同在的奇妙。借着耶稣基督，咱明白上帝听咱，上帝意爱甲咱同在。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嘛安尼讲，伊讲：你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我的爸，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永远甲恁同在。
这耶稣应允上帝要借着圣神保惠师，互咱体验到甲伊同在的美好。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互咱迄个软弱无胆的心，会当变成做勇敢。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检测会拄着一寡风险、一寡挑战、一寡咱无法度预测的困境，但是毋通惊吓，上帝甲咱同在，咱就充满信心。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爱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你甲我必须要安尼。所以有几个秘诀，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就是，咱毋通停止，毋通放弃祈祷。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透过祈祷，甲上帝有亲密的交陪，上帝就伫咱的心上要赏赐力量。第二项，毋通停止读上帝的话啊！上帝宝贵的话内底有真侪伊的应允。当咱读到这应允的时阵，咱就明白上帝要甲咱同在。第三项，第一项是毋通停止祈祷；第二项毋通停止读上帝的话；第三项，咱爱常常甲同信的人做伙聚会，因为主要说安尼应允嘛。讲因为无论伫倒落，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而且都有我伫因的中间。所以，咱爱常常伫组织的中间祈祷，互相代祷，互相祈求，才着安尼帮助咱、支持咱，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互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情形，咱拢充满快乐。最后一项，牧师要大家分享：如果你若有上帝甲你同在，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爱听上帝的话，爱顺探上帝的话。因为顺服上帝的话，会带来咱得胜的能力。咱来想看卖，如果一个真实听你、佮专灵的上帝，伫你的身躯边咧陪伴你，结果伊讲的话你拢无要听，上帝叫你往正边去，你偏偏要往倒边去。上帝叫你做这个决定，你偏偏要照家己的意思做决定，安尼上帝甲同在就失去意义嘛。若有上帝陪伴伫你的身躯边，你着爱安怎？爱听伊的话，而且佮顺服伊的话去行。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基甸不断顺服上帝引带甲指示，互伊最后会当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代志。伊领导上帝交代伊的百姓去战赢，去征战好的征战。咱会当对伊甲米甸人的征战中间去明白，伊安怎顺服。咱看见着，当伊去面对迄个米甸人牧师顶礼拜我大家讲过，米甸是真济大，而且军人真济总共有135000人，所以米甸迄个基甸想讲，我要去征战啊，所以我要招一寡人嘛。结果伊真无容易去招32000人，大家要做伙去拍米甸人。结果安怎？上帝甲基甸讲人伤济啦。咱来想看卖，32000个人对135000人，这其实是真少啦，对无？但是上帝讲人伤济，讲我使用遮尔济人去拍赢米甸人因会掠做因是靠家己的力量得胜的。所以你爱对来遮的人讲啥物人若惊吓，啥物人若会惊就应该爱转去。叫即句话无讲不要紧，一讲去2/3的人，32000人走22000人，剩1万的人留落来。但是上帝阁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太济啊，所以伊要阁竞选伊要竞选的人，所以爱基甸传去水边叫因所啉水的姿势结果安怎？
竞选300个人。亲爱兄弟姊妹，你来看吼，当上帝叫基甸将32000人来退掉31700个人，剩300个人。如果你若是基甸，你会安怎想？咱会想讲啊，上帝到底是咧变啥梦？咱敢莫顺服？但是圣经中间记载讲，基甸完完全全照上帝所吩咐的安尼做，伊对上帝非常有信心，伊知影上帝会家己成就这个代志，所以伊就带领300个人去镇压13万外的缅甸大军。这段记载当然这是一个新历，互咱去体验到，咱真正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就是爱去顺服上帝的指示。咱来理解，上帝对教会每一步的带领，如果咱来当顺服的话，咱会当大大胜利。如果咱个人会当顺服上帝的话，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刚强佮得胜的生命。咱对10月份开始，牧师佮要从查经班佮重新开始。咱这一遍是要读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到第7章。咱要用11个礼拜的时间，来好好来读这段真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山上宝训的教训。咱好好来研读，然后设法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实践出来，的确会当互咱生命得到无共款的改变。听上帝的话，佮顺服伊的话，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真大的改变。请大家一定要拜读万难来参与，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成做一个上帝要使用的教会，互咱本身真正成做一个上帝所竞选呼召，赏赐咱平安，互咱活踮伫甲上帝同在，而且顺服伊的话，来镇压人生咱所拄着所有的艰难困苦。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主，阮恳求你，赏赐阮亲像基甸的心志，互阮的生命也因为接受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活踮伫你同在，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互阮因为顺服你的话，来改变阮的生命。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时佫起立三甲来吟圣诗437首，主我要有气力的时，请咱起立来吟。
伫也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今仔日来本教会礼拜来宾。你若还未写留名卡，请伫座位头前，请你填写了后，交阮收奉的职事，互阮伫遮来甲你介绍。下面咱请毕万心来奉献。咱起立，请来做阮满心感谢主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极大。无论是阮的性命、阮的财情、阮所有一切，拢对主你所领受的。主你，互阮会当奉献，做主你事工的路用。这是阮也奉献淡薄金钱，求主你接纳。愿安尼恳求，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济，下面咱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就是今年是咱三支安养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所以今仔咱特别请赖明妙院长用几分钟的时间，互咱了解过去20年来咱做什么款的重要的事工，甲未来咱的安养中心，咱是要往什么方向，咱继续
来发展。敬兄姐大家平安。真感谢今仔日有这个机会，阮为三姊来到遮，要来甲咱兄姐来分享咱伫三姊双联安养中心的服务的时间。咱双联教会正着神的听，所伫三姊附设的双联安养中心，伫2000年的时阵第一期落成。2003年第二期落成，2010年咱第三期甲礼拜堂落成来启用，到旧年2019年，咱开始来进行这个第四期的工程。伫双联安养中心，咱会使照顾432位阿公阿嬷，包括生活会使家己处理、行动方便的阿公阿嬷安养。也是因为失能需要人照顾的养护疗养的长辈，甚至是失智症爱人特殊照顾的长辈。虽然提供的是一个连续性的照顾服务的模式，伫安养中心，咱所提供予阿公阿嬷的照顾，毋是干那注意因身体的健康、心理健康的支持，特别是因为有教会分堂的设立。所以咱话真关心真关顾你阿公阿嬷因灵性健康的这个支持。所以因为安尼，咱安养中心甲三姊分堂的同工总共有超过210人，离咱今年达到214位，大家会使看到这是真悬的比例，比一般的机构、其他的安养中心拢较悬的人力来维持咱的服务的品质。伫安养中心内底，阿公阿嬷因的生活所需要的多元的遮个需求服务，咱拢提供，包括日常3顿啉食的服务，也是每一工因的衫裤、被单等等的即个清洗。伫徛起的所在环境内底，毋但有真水的即个园区，伫逐款无共款的照顾模式内底，阿公阿嬷因无障碍、舒适的即个房间，甚至有真侪的遮个公共的设施，也是健康促进的即个设施的设备，来互阿公阿嬷来使用。特别是咱要完善咱家庭的功能，互阿公阿嬷的囝儿后4岁，会使来到安养中心，甲咱的长辈做伙来生活，有较侪的时间。来斗阵，演算伫家庭即个伦理之乐，所以咱特别有设立即个家属的陪伴的即个客房，嘛会使提供，互也未决定要带入安养中心的长辈会使来试住。伫交通的部分，咱因应着无共款的需求的长辈的需要，有交通车、救护车、轮椅车等等遮的服务。伫安养中心嘛有双联大学、双联大学的课程，为拜一到礼拜日，拢有真侪课程活动，嘛邀请咱的长辈会使来做老师，有当时做学生，生活真快乐。阁有真侪遮个休闲娱乐、文康节气表演的活动，互阿公阿嬷的生活是丰富的，是会使有选择的。伫医疗真重要的即个服务部分，咱主要参马街病院来合作。包括齿科，一共有7个专业科别的医生，逐礼拜、逐个月会到咱安养中心来看诊，互阿公阿嬷毋免走出走入的即个辛苦。咱阁有专人会使帮咱的长辈去到病院来摕药啊，甚至咱嘛有聘请即个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来帮咱的长辈来做即个复健的服务。因为有三姊分堂的设立，所以伫安养中心，咱的阿公阿嬷会使延续因教会的生活，会使延续因伫信仰这方面的需求。咱嘛有提供聚会、小组、祈祷会等等礼拜，到最后的临终的关怀的这个服务，伫安养中心拢真焦备。
因为有教会正兄这个支持，以及一开始咱前执行长蔡洪文长老所带领的团队，一直到即卖的团队，咱的同工的努力，甲阿公阿嬷的鼓励，所以，互咱安养中心为设立开始，接受政府的即个评鉴，为2001年开始，一直到顶一届，已经连续第6届得到咱中央政府也是地方政府评鉴优等的即个肯定。咱美丽都是咱第7度的即个评鉴，而且嘛望咱正兄弟来为着咱安养中心要接受即个评鉴来关心来带导。虽然得到咱外界的即个肯定甲鼓励，毋过安养中心的同工毋敢松懈，一直咧想咱会使搁较安怎来改善、来提升咱的服务的品质。所以是即2-3冬，咱努力咧学习。特别是针对即个啉食、吞咽较困难的即个长辈，有诶爱插管用鼻管，有诶敢会使食即个副餐的长辈，咱想办法甲外口的资源来结连，来训练咱的员工，来制造即个适合因来吞食，阁袂去砸掉的即个软质定型餐，来提供互咱的阿公阿嬷，会使来改善因的啉食的即个品质。互因食饭，变阁是会使中心，阁变是真欢喜、真幸福的即个滋味。咱第4期的工程，虽讲是为着咱的员工的宿舍主要，咱望会使提供更较好的即个徛起的居住的品质，互咱的员工，互咱的员工会使因的就职会较稳定，服务的品质嘛会使对咧较稳定。但是除了员工的宿舍以外，咱嘛望将来，咱会使将咱安养中心20年来的即个经验、咱的使命甲咱的理念，会使来搁较济外界来分享，会使影响搁较济，要来进入即个老人照顾即个工课的遮的学员、遮的长照的人员，互因会使得到像咱共款的专业、正确的即个服务的观念，所以伫咱即个第4期的行政的工程内底，咱嘛有提供要互咱外口的人员因来训练的教室。另外，咱也扩建会使互咱的家属的陪伴客房，咱团契来灵修小组伫遐办活动，遮的住宿的空间会使搁较济。咱嘛望会使将咱伫安养中心所行的事工来分享，互搁较济的教会界。伫即20年来，咱服务阿公阿嬷、照顾过阿公阿嬷，到即马已经超过2000人。20年来行来，咱团队嘛碰到真侪的困难甲挑战。毋过有足侪人的关心带导，特别是咱有得到为天灵的阿爸爸上帝的帮赞，互咱会使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20周年的今年，咱特别将咱安养中心的故事。包括咱工作团队照顾阿公阿嬷的理念、感动的故事，特别是咱阿公阿嬷因生命的故事，咱来出版一本书，走过20年的恩典足迹。咱望借着这本书的出版，会使搁较侪人的人来分享。所以咱有办一个爱心公益的书捐活动，来捐款。支持咱安养中心对老人照顾的事工，特别是对经济困难、对失智症、对即个啉食较困难、吞咽照护较困难的遮的长辈的支持事工。咱即马若捐款，咱会来赠送《自证》这本册来互大家，咱会使家己看，嘛会使赠送互咱的亲友，甚至咱嘛会使委托咱中心将遮的书来赠送互。甲咱台湾足侪大专院校的科系的学生，将来要来做老人照顾的即个工课，咱望会使透过阅读即个故事，咱的照顾的故事，阿公阿嬷的故事，互搁较侪的少年人，因后摆真正愿意来照顾阿公阿嬷、照顾长辈的时阵，会使有搁较正确遮的观念，甲遮的使命感。所以咱有举办即个公益书捐活动。今仔日嘛，伫咱10楼伫外口，咱有要甲大家来分享。
咱真正有需要，搁较侪人来关心、来支持咱的照顾事工，因为有咱的疼，阿公阿嬷较有法度，搁继续过平安喜乐的生活，伫咱的安养中心。最后要甲大家分享，咱的工作团队同工，拢感觉讲，咱所照顾的、咱所咧做的，毋是干那老人照顾的服务尔，相时也是宣教的事工。因为借着咱即个提供伫阿公阿嬷信上的遮个服务，咱是互咱的福音的即个真声会使大传。最后，邀请咱大家会使继续为着三支上人安养中心所有的长辈、所有的同工，继续来关心、带导、佮支持。多谢。我简单来补充哦，咱安养中心20年来，伫国内外确实有真好的名声，咱也确实伫6摆的评鉴，咱拢摕到最优，这是破台湾的纪录。所以这拢是对上帝领受足大的恩典。但是这背后，咱敢若想讲啊，咱特别拢要等足久啊吼，啊，检查安养中心一定要趁足侪钱哦。啊，无想咧摆遮久，实际上咱即摆现况毋是，咱所对咱的长辈所收入的，加上咱捐款的，加上政府甲咱补助，咱若无对3支安养中心遐个费用，咱若无甲算在内，大概是差不多拍平尔。但是咱伫遐，因为3支分堂，咱有400多万的支出，有2个牧师、干事，咱伫遐办足侪活动，就是要为着咱400几位的长辈，甲200几位员工，毋是干那伫遐工作的尔。哦，伫遐将咱对住所领受的疼，透过分堂咱牧者干事的关心，来维持咱整个的安养中心。哦，身体以外，心灵也当得到健康。所以，咱的观念可能要改。哦，咱毋是趁钱的安养中心，咱是真正甲定位做社会事工的安养中心。所以，这背后的辛苦，就是院长甲200几个员工，特别是院长哦，要承接20几年的咱的蔡万文长老哦，遮尔有经验，遮尔有能力，伫遐20年后，伊去接这2、3年，伊所受的压力。哦，甲所付出的困难，甲所领导的这个团队所付出的，咱拢看袂到，因为我有参与咧中间，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所以咱的确都爱吼院长甲伊的团队，甚至今仔有来到咱中间读课吼，咱是毋是咱掌声甲因鼓励者？哎。望上帝恩典继续来临到咱的安养中心的园地。哦，咱毋知当时咱会发生啥物代志。哦，上帝要甲咱个人安怎安排嘛毋知哦。点彩，咱中间有一日，毋是我，嘛可能嘛是我，可能嘛是咱兄弟姊妹，咱会到伫咱所起做安养中心伫遐，成做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哦，以上咱愿主继续保守带领。咱安养中心也继续咱来为因来代祷。我简单来报告，咱来掀开周报。第5页，我来看来报告咱本会消息。小会事工对9月份起，对这个月起，咱青少年的牧区甲儿童的牧区，由彭荣道牧师来负责。咱另外要成立社青的牧区，由杨新照牧师甲梁伟珍牧师来负责。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周庆博弟兄甲翁所约姐妹，要9月19日，伫济南教会来举行结婚高门礼拜，请咱来祝福这对的新人。本会会友方兆明弟兄伫9月9安享主怀，请咱关心代祷，也关心为族。全教会培灵会伫过来这个拜六
20楼，咱有要请庄孝圣牧师来做，差不多是1天的培灵主题伫遮拢写甲足清楚，报名请咱来看。安永中心曙光拄已经报告过啊，咱过来看第6页的所在，咱牧区委员会的消息，咱请咱家己来看。咱儿少的牧区事工，因为咱即马109，这已经变做青少年咧使用的空间，所以因会追推出很多的新的事工包括故事屋等等还有桌球训练班等等，那请咱详细来看。英语牧区9月20下午因要出发去台北桥头分享食米和解药，这是一个因继续拢有咧做的事工。装备委员会的消息，拄啊牧师有报告，就是公关福音查经班第2阶段咱详细来看，有3个时段应该是咱会当来经咱上方便的时间来参加来报名。这类前座球班时间拢总有6堂课这时间写足清楚，是梁牧师要参加12月27日，小弟兄弟咱来报名，要全程来参加这个课程。圣乐委员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团契聚会消息嘛，请咱家己来看。而且我报告教界的消息，台南新人院要伫9月14日，就是明仔载，下午3点要举行2020学年度的开学礼拜，特别是第11任的院长胡宗明牧师要伫遐上任台南新人院长，同时也有2位教授伫遐来上任，愿主来祝福。以上报告，这是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这个来宾第一位是周真瑜小姐，周真瑜家这是过去我伫学生中心服侍的时阵的学生啦来，第2位是杨慧珠，应该是全家有3位。好，欢迎另外一位是陈胜夫，因专家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咱等下请这贵宾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牧师报告到这，多谢。下面咱来吟新圣诗402首，是咧周报第4页，还有歌词。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吟诗了后，要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要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阮共受差遣。